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破碎的石棉跟评价下不一样。它基本上是石棉还有水泥，它去混合而成的。石棉其实它是一种天然的，这个比较长的一个纤维。在制作石棉瓦的时候，其实会把这一个纤维打碎，让它变成比较短的纤维。我们可以看到石棉的健康危害里面，其实最主要的，它是从呼吸道进来，因为它是一个天然的纤维，不太会从我们的眼睛、皮肤进入。大部分在密闭的环境底下去使用的话，是安全无虞的。那唯一会有问题的就是，如果你把它抽出来，你就会暴露到。在安全使用，它就是在2层隔间里面的时候，在家务里面去量石棉纤维，事实上几乎都量不到了。在拆除作业的时候，会量到比较多。如果你真的本身要去做拆除或者捡拾石棉瓦，我们希望你还是要有适当的防护装备。这里面的装备稍微说明一下，第一个就是手套，这个手套基本上是防止刺穿的这个手套。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如果你穿短袖，夏天你没办法穿长袖的时候，你穿短袖的时候呢，我们会提供这个袖套。除此之外，事实上会有3个这种 N95 的口罩。除此之外，这个护目镜基本上是这样子。我们在工作指引上基本上这个不是必要的。如果说因为你怕有一些扬尘混着，可能你也担心是有石棉，那我们建议这个也可以戴。当然，如果你本身有戴眼镜的话，事实上也不需要用到这个。所以但整组里面呢，这个防护包里面我们会提供这些东西。在捡拾的过程，因为提供了适当的袋子，所以只要放得进去袋子的，就尽量不要破碎它。那如果有太大片的情况底下，或者它已经碎得很细的话，你要用铲子把它铲起来，务必一定要用水去把它喷湿。那因为石棉纤维在湿润的情况下，它就不会飞扬在空气中，那就可以避免我们从呼吸道去暴露到。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受灾的这个家户，事实上是大部分是老人家，对于一些作业他不太熟悉，就是说你现在有受损，先去跟公所讲，不然就跟环保局讲，我们有这样一个通报的程序。完了之后呢，你可能就要开始要拆，要装袋。那要装袋就是这样的防护装备。这个防护包基本上在公所有提供了那这个还是强调是因为是跟石棉相关的。所以这个防护包提供就是一般的民众，或许你就不需要这些装备了，留给这个需要做石棉拆除的这些住家那些实际作业的人员你家里需要有这样处理的方式的人所以等你装袋好之后呢，你就打电话跟公所讲说我装好了或者跟环保局说我装好了，那我们基本上现在在3天里面就会去跟你载走。事实上，我们本身是灾民嘛，然后我们自己本身也有石棉瓦的建物，在风灾后那个屋顶完全破掉。那除了我们之外，事实上我们整个村庄几乎每一户，不能说全部，但是应该有8、9成全部都有石棉瓦的建物在住家的旁边。过去可能是作为仓库或者其他农业用途这样子。那这一次破得很严重，风又很大，所以吹的整个我们村庄的地板都是，还是有一些部分石棉瓦是我们虽然已经尽量处理，但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部分，我们希望政府能够介入帮忙，我们一起面对这个问题。这样，那也非常感谢环保局，在一开始就有主动的。释出他们愿意赶紧处理石棉瓦这个议题，在和政府合作的过程当中，也发现政府的人力上面也会有困难。那我们现在就是看看我们的民间这边有一些友好的团体，例如台南新芽这样，能不能或是其他的我们找其他的支点去把这些人力找进来我们灾区，然后。用正确的方式，用保护自己的方式，一起来慢慢把这些散落在路边没有人捡的石棉瓦，把它整理起来，然后至少让居住在这里的人可以比较安心一点，这样子。
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8月19号礼拜二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针对8月23号的公投，立委谢龙介上午甲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联合召开记者会，恳请乡亲踊跃去投公投票，支持重启核三，台湾才有稳定的电力。因并且大声发出核电爱同意，才会当升级吹冷气。飞鹤家园毁掉家园，伫个即届风灾，看到真侪光电板去扫到东岛西歪。立法委员谢龙介19号上午嘛，甲着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共同召开记者会，那也表示8月23的反罢免真重要，同时东港还有河山的演艺公投嘛真重要。呼吁乡亲爱踊跃来投公投。我们河山演艺要投同意哦。那罢免，如果在其他的区域有立委的罢免的部分哦，拜托大家要投不同意公投选票，而公投选票呢是要投同意河山演艺啊。那我们拿到这一张这一次的公投投票单的时候，也要麻烦我们的乡亲、我们的好朋友，稍微花一点时间看一看这一张是民众党立委提出来的公投案，国民党全面支持、全力支持。他这边写了一些意见，为什么要投出同意河山演艺这一个公投议题？河山运转，不管你后边结论，总统跋歹叫无跋歹叫，无要紧。咱爱有百姓知影讲，真百姓哦，真正有够艰苦的啦。会中立委谢龙介表示，国民党不是反对绿能，而是反对人毛不彰，甲着官商勾结的绿能，造成台电用悬的价钱来买电，却用低价钱来卖给民众，造成亏损。因此，呼吁河山的演艺公投，民众一定要同意支持。这一次823，我们希望大家，台南没有罢免。但是全国的好朋友，罢免不同意，你1万单领钱；公投爱同意，省钱也当吹冷气。啊，希望大家就是说支持这个核能重启，稳定我们的能源配置。第二个，降低我们的能源成本，否则全民受不了，关税冲击，失业率上升，无薪假扩大，将来。再加上能源的涨价，我跟你讲，台湾真的会乱。上午出席记者会，除了立委谢龙介，还有议会国民党团侪位的议员、书记长、甲着发言人，以及将要参选的青年军，甲着市府民政局的主笔杨雅玲等。虽然即届8月23的投票日，台南市并无立委罢免的选举，不过公投票的部分。台南市总共有160万过962人，呼吁民众也是要踊跃来投票。公投爱同意，升级吹冷气。公投爱同意，升级吹冷气。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风台东从北台南的沿海、北门的罗德高地区，都有真侪白鹅的工寮受损非常严重。立法委员陈廷辉特别邀集渔业署、甲市府农业局等单位，听取鹅农的意见甲诉求，希望协助鹅农争取到损害补助。受到台南市风台影响，真侪北门罗德高渔业工寮拢被吹歹去，有的伫修复当中。嘛有的是规个卡条排队等待重建。对此，立委陈廷辉邀集相关单位了解现场会勘，要来协助科农进行补助。咱北门地区其实有足侪咱的养科，就是咱的科棚啦吼，拢已经伫即道丹那斯台风拢造成足大的损害。就是因咧破蚵仔的所在，也是讲因咧工作的所在啦吼。啊，所以因为咱知影咧长期来，就是咱地方的一个问题，就是地肉。他们没有办法拿到容许，所以因每一道若受损的时阵，因就是无法度摕到救助甲补助。所以即道咱特别邀请到渔业署甲农业局双方面来讨论到底问题出伫倒。不过，根据中央制定的农业用地使用办法当中，并无蚵仔工寮项目，互渔民来申请合法性。
佮加上蚵仔拢是饲伫咧社屋内，政府并无办法来辅导申请破蚵仔场，所以未来必须要透过中央授法、土地合法了后，才有法度来申请补助。咱即马要求渔业署爱伫2个月内赶紧的把咱这个容许的这个项目来列入，就是必须要正面表列，依照这个容许无把咱养科场改坑里吧。所以我们现在要求一定要处理。那我们会在这2个月尽快来要求我们中央来依据农民的需要、渔民的需要来做处理。对此，在地科农希望会当比照莫拉克洪灾迄当时的特别条例进行专案辅助，并希望未来透过修法，会当协助养蚵仔产业更加稳定，以及品质的提升。其实咱遮看到的蚵料都是从阿祖阿公留到现在的，然后一直以来就是在做这个传统的一个加工剖科加工的一个作业。恭喜在当初也没有那么详细的、完整的一个法规跟配套的一个措施。然后我们一直像我们自己本身也一直在做牡蛎的一个优质化，像我们自己也很努力的去申请产销履历、水产溯源，然后台南科这样，然后来算是推广我们自己本土牡蛎的一个行销啊，我们当然也是希望说政府可以多多的辅导科农，因为科农说实在是我们养殖业说实在的打的东西真卡人啊，说实在的，那么要去争取到那么专业的一个是很不容易的。工寮是科农的工作空间，不论是拔蚵仔壳，也或是清洗、分级、破蚵仔，拢必须要伫工寮内底进行。当地经济以及人民的生活，甲工寮是分袂开的。因此，科农希望政府会当帮助因早日重建，让这个产业会当继续延续落去。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另外，台南柳营区的洪台灾情嘛是非常的严重。身为柳营竞赛的市员蔡玉辉，都号召善心企业捐款援助，得到热烈的响应。总共募得36万的善款，予柳营区公所为灾后重建注入温暖甲希望。18日上午，伫柳营区公所有一场爱心企业捐款做柳营灾民的活动。市员蔡玉辉甲侪善心企业共同出席，总共捐出36万的善款，帮助灾民重建家园。区公所也回敬感谢状，予每一位企业代表。好，我们看前面哦。感谢咱遮迄个几个企业吼，就是咱的迄个新奇美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吼，以及咱迄个大威建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台彰树脂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各地辉铝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交吉利宝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吼，迄个来交付阮迄个总共吼30几万来，予阮的弱势户吼，阮。柳营公所吼，感怀在心啦吼，阮也迄个好好利用这个善款吼，去迄个将每一分钱吼，拢用伫咱的灾民交迄个灾后重建顶管吼，袂辜负着咱的遮企业善心吼。柳营伫这次洪灾当中受创严重，身为柳营竞赛议员蔡玉辉，积极号召在地善心企业捐款援助，得到热烈回响，包含新奇美事业、立辉铝业科技。台昌树脂企业、吉利宝投资公司以及大伟建设开发，总共捐出36万，展现企业社会责任甲领导关怀精神。咱在地有议员蔡议会议员甲沈佳柔议员，伊安尼要出来甲咱挤一下手甲咱安尼引力出来。我们只是抛砖引玉啦，不是我就是讲真咱当地的人的一些力量来救助大家啦大家这段期间都辛苦了。我们公司在柳营这边也已经设立了超过50年了啦。那我们董事长对于这个柳营区整个大兴营地区，就是还有一份算是蛮深厚的感情。那这一次这个风灾这个状况，他也是就是看到那个屋顶或者是灾情，他也是非常的。就是算心痛了，那刚好这个时候，蔡议员跟我们董事长也算是旧识了。那我们董事长一知道他有这个
帮助地方的打算，那他也是不遗余力的，马上就请我们有多少就捐多少。区长刘发仲表示，在后重建工作持续进行，对着所有善款卖专款专用，投入弱势族群甲受灾户救助，希望有更多爱心企业甲善心人士投入公益行列。台南新闻张世伟采访报道。台南市洪台期间，台南市未籍旅宿业者主动协助救灾甲安置灾民，并且提供空间予救灾人员使用。台南市政府19号特别举办旅宿业者暖心支援表扬典礼，由市长黄伟哲亲身颁奖感谢状，感谢业者守护乡亲的爱心。台南市洪台造成台南溪北地区的农损甲建筑物的损坏严重。市府团队紧急动员，全力来投入抢修甲安置的工作。其中，台南市的旅宿业者嘛发挥社会责任甲无私的精神，主动开放空间，接纳灾民甲支援的人员，发挥大爱的精神。因此，市府上午嘛特别举办表扬大会，感谢旅宿业者的爱心。因为大家这么辛苦，提供了这么多的房间给救灾还有灾民来住宿，还有提供给民众来这个盥洗，好，这些都是有功劳的，哈，这是非常非常谢谢。但是如果没有经过这个活动，大家不知道，没有公布这个数字，他还不知道有多少。刚刚提到是人数，如果一个人住，刚刚提到有住几天，住比较久，如果一天一个人算一个人次的话，那是远大于这个部分。这届总共有187间旅宿业者接受表扬，业者提供免费或者是优惠的折扣，予救灾人员甲受灾的民众，甲市府合作共同挺过风灾，予灾后的复原速度来加紧。未来市府嘛将陆续推出多项的活动，希望带动更多观光客来台南旅游，予台南的旅宿业等观光的产业有更较好的业绩。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力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六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台南市改善停车环境已经得到中央前瞻补助，兴建13座立体停车场，其中开了2亿5千多万所兴建的北区承德里立体停车场，19号正式落成启用。同时，在目标设立的活动中心、甲托婴中心嘛做伙揭牌。台南市第6座前瞻立体停车场19号在北区承德里正式启用。3、2、1，启动！让我们掌声喝彩，祝贺我们承德里立体停车场带来更多的交通便利。承德里立体停车场因为靠近花园夜市，有小北仔商场，甲将要营运的新光三越顶前门购物景点，加上顶了各大境内一直起的社区停车需求，所以这座中央甲地方合作开2亿5千多万所兴建的立体停车场，才大大疏解停车压力，嘛互地方相当的欣慰，以办喜事的心情来共同见证。遐阮市遐观光客拢一直拢进去遮来啦，所以讲到使用不付使用啊，一定客满的。个新冠3月要来进驻，所以新冠3月想要来甲阮做这个场地要停车场，毋是阮的方要来互遐迄种观光客停啊，互因遐干部停。我讲这我请无简单呢，请几档来啊，这无简单的，请这地互咱里民。南山观光场我不敢去碰啊，因为他们都是一直要求我们提供停车位了。这个地方本来我们220个停车位，它马上就要全部包起来。但是如果全部包起来，那里民停哪里？好，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会思考的。这个
我们市政建设的这个部分，还是优先以服务市民为原则。为期2档外兴建的新德里立体停车场，在等的当中，嘛透过缩时摄影来完整记录见证这段建设历程。当然，除了停车需求，同时嘛得目标使用来创造土地利用的最佳价值。其中就包括活动中心的兴建以及托婴中心等公共设施。其中，甲这些民代贵宾嘛做伙各摆开业。迎接牌，陆承志、陈德霖，起门，掌声鼓励喝彩。在寸土寸金的市区里面，把这个平面停车场改建为立体停车场，而且又多一个这个活动中心以及托婴中心，这样可以让周边民众的需求以及过往市民朋友或观光客的需求、停车需求都能得到满足。为了庆祝这个多元服务的美好，现场嘛请大家吃圆满、吃甜甜，同时要请民德各种美术班来进行修订，场面盛大热闹。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由希丘国小所承办的南区60学习中心，今年迈入第18档，目前已经有23个分班，学员嘛突破300人。其中的跆拳班是目前全台唯一的60族跆拳团体，非常的难得。对这群中高龄的学员来讲，虽然退休，不过却伫南区乐龄中心找到因的兴趣，甚至有机会学音乐愿望。其中先入8档的陶笛班，因为陶笛方便扎，行到倒吹到倒，学员伫公园的小少练习。这回应持历史上美学管理协会伫创意美学比赛当中开场演出，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得到热烈的回响。除了陶笛以外，这款有天童乐器称呼的竖琴，特别是这款古锥的迷你形体，较少看见，所以每一摆登场总是吸引民众眼光。加上企业热情的赞助，嘛改版像目前全台湾唯一乐龄族的竖琴团体，相当难能可贵。也很好奇啦，什么叫竖琴啊？最后呢，再摸一下都哇，这真的很不错，就学习了，可以动动手指又动动脑。小的时候，家里环境还不很 OK 啊，但我们读书就很不错了，所以我们长大自己有能力了，老啊有时间啊，来圆自己的梦。我年纪大了，将近80了。所以就是怕那个老人痴呆症啊，所以来这里给他来练习就是手啦还是头脑啊动一动。55岁以上的学员们或是社区民众可以来报名，那我们也会持续的这样的经营。那目前呢，就是像我们要表演的竖琴，也是全台湾第一个成立这样的一个社团，所以呢，我觉得非常的有创意，而且呢，也可以提供给我们学员一些非常精彩的一个表演。南区乐龄中心伫希丘国小历届校长的支持甲用心经营，今年已经第18档，除了让这群乐龄的长辈学音乐，也阁有机会四过登台，让因有丰富的演出经验。当然嘛，希望更较侪人加入因的行列。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由文化部主办的第25届金视奖，中嘉宽频上主称以智慧服务升级，制播在地文化节目，视读强生计划等内容，得到创新服务奖。总经理陈建春感谢评审团的肯定，甲中嘉集团的支持，未来将会继续提供更加多元、更加好的服务。创新服务奖的得奖者是双子星。宣布得奖的那一刻，台下欢声雷动。中嘉宽频双子星获得今年金视奖的创新服务奖，展现其深耕在地、结合科技与文化的创新实力。
其中一大亮点是公司的智慧服务升级，推动家庭影音与多元应用革新，还推出360电视宅家实境，利用我们的数位机上盒，那结合360度环景影像的拍摄，我们把360度环景的影片呢放到我们的数位机上盒里面，那透过遥控器非常简单，上下左右键，那你就可以去跟我们的这个环境的影片来做互动。另一亮点则是视读共生计划，推广媒体视读与跨世代理解，在高龄陪伴与青少年教育中建立更具包容力与共融性的数位环境。其实中嘉集团都一直在极力的推广媒体视读。那在过去的这1年呢，我们媒体视读也透过了网络上面的一个传播的力量，因为我们设计了一个网站。那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呢，让我们中嘉宽屏在推广这个媒体视读的时候，透过网站可以去接触到更多的这个乐听大众。评审团在入围专刊中指出，双子星透过自制优良节目与服务内容，重新定义有线电视科技价值，优化网络基础，并转化为高品质视觉效果，开创有线电视的新蓝海市场。中嘉宽屏双子星表示，未来将持续以创新与责任为核心，让服务迈向更多可能，也期盼收视户持续支持与鼓励。记者周海棠的报道。在2024家人 K-Star 美食饼干当中，以咖喱饼出名的大新饼店脱颖而出，用茭白咖喱饼来得到相关业务，超享之星大奖。而且新研发的纸饼也刻下新秀几千种项，算是享誉临门。近年来得奖无数的大新饼店，由第2代陈建宏老板接手后，将品牌现代化，从包装设计到制作流程全面升级。大新饼店最大的优点就是说，客人随时上来都可以吃到刚出炉、最新鲜、最热腾腾的饼。店内的饼全是手工制作，遵循严谨的 SOP。从油皮、油酥的揉制到内馅的咖喱炒肉，每一步骤都马虎不得。我们的咖喱肉用手工去切大块的肉角，然后再去用咖喱酱料去炒，经过5次的反复的翻炒，才把咖喱的肉角给炒的进入所有的咖喱的汤汁进去。包好的油皮油酥就是饼皮，把它那个松弛一下。对，其实基本上不能马上包。它让它松弛一下，它的软硬度，它软硬度才会刚好，才会弹性出来。送烤箱的话，其实按照传统的烤饼的方式，是必须翻面的，都非常容易烫到。那我们有时候在烤的时候，最容易烫的就是翻面的过程。那有时候我们不会一个一个去翻面，我们会再另外拿个铁盘，把它放在上面，然后再把它翻转起来，那就翻面了。那在翻转的过程是最容易烫到长水泡。翻面的炉温有200多度，很热，但是你的心里其实会很感动，就是这种手工的，毕竟它真的是比较有温度，而且呢，你把它烤出来，其实内心是很感动。好不容易呢，把饼呢孕育出来，其实那种感觉是很感动，而且会觉得很宝贝的感觉。老板特别介绍店内独家的裸装盒，让顾客能够直接品尝到刚出炉的酥脆口感。咖喱香啊，咖喱香，咖喱的香味。咖喱真的很香啊，真的，它不管是荤的啊、素的都很好吃。我比较过好几家，真的，送给长辈都很好吃。对，不要说其他不好，但是又比较过，还是这边最好。对。那我们其实为了环保啊，也为了在地客户，他们其实都很喜欢，常常来买，然后现吃马上回家吃，所以我们有设计这种专门放螺饼的，吃起来酥脆感，据他们讲啊，还是有点不一样，所以内行的客人都会买这种螺饼的礼盒来吃或者送人。大新饼店传承了传统技艺，更结合了品牌设计与顾客需求，让老店散发新生命。下回造访基隆，别忘了来一口获奖的咖喱饼，感受这一份职人坚持的美味。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8月19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纯，咱再会。